恩威特伫视察时表示 ，RO 净水设备将污水制成会当利用的再生水，而且等级比自来水更悬。但依照规定，这再生水袂当提供予民生使用，但会当作为制停的用水。因此，市府协助厂商将一寡制造过程中的废水，经过处理后回归高级制停的再生水，这也是另外一种制水方式。这个 RO 净水设备可以提升它的水质，从污水变成制成可以用的再生水，等级比自来水还高。那所以说，刚好我想说，经过这2年，在100年大旱结束之后，我们还是把设备保留下来，再定期的予以保养。所以今年的这个枯水期马上就可以这些设备就可以投入利用。那因为我们台南市总共接收了7台 RO 净水设备，一天每一台可以生产400吨的制成用的最高级的这个水，再生水。那7台总共可以生产2800吨。那我想呢，这一些如数都将投入产生这些水来提供给园区科学园区的这个高阶制成用水所用。除了协请中央支援 RO 机组以外，台南市也准备了19口抗旱井，每天会当提供3万吨的水量。台南市水资源中心再生水每天也供水18000吨，予人口运用。在永康再生水厂可以生产8000吨一天，然后安平再生水厂可以生产2万吨，到4月底可以生产到2万吨一天，所以是28000吨。28000吨再加上这几具的 RO 设备用水，那可以生产2800吨，所以将近是31000吨。那将近31000吨，其实占我们每天所使用的水还是相当的少，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节约用水。恩威特再次呼吁大家爱节约用水，公司协力做伙爱惜珍贵水资源。市府团队也是会持续努力，也希望市民朋友尽量在生活当中落实水回收再利用，协助节省自来水。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